誰人曾用醉人情話在眼神，似是醉掉我？誰人曾用笑臉迷惑意會我在哼這歌？今天你遠走不理會，我的心仍在戰鬥，獨自落魄被愛，願無事沒結果。一絲絲細細雨飄飄散落這晚上，一點點飛飛花紛紛碎落半空，月色已漸迷惘，夜空裏在尋索，當天的愛消失於風裏散人往，但你的笑依然在，你的愛依仍在，深深的緊緊扣我不再會陌生，輕輕的暖暖的愛已交給你心上，今天與你溫馨不再散落，你眼睛訴說難過，說最初亦在乎我，可惜今天的你已不再燃起火。誰人曾用醉人情話在眼神，似是醉掉我？誰人曾用笑臉迷惑意會我在哼這歌？今天你遠走不理會，我的心仍在戰鬥，獨自落魄被愛，願無事沒結果。當初你以醉人情話在眼神，似是醉掉我。當初你以笑臉迷惑意會我在哼這歌，今天你遠走不理會，我的心仍在戰鬥，獨自落魄被愛，願無事沒結果。獨自落魄被愛，願無事沒結果。Hillary， 講個秘密你知，我今日嘅心情真係既興奮又期待。點解咧？因為咧今日咧我第一次做 J Music 嘅主持咧，就可以見到我兩個偶像。第一個同我傾緊偈啦，第二個就係我哋身邊今日嘅嘉賓蟲蟲姐姐陳松伶，歡迎晒。蟲蟲姐姐，多謝啊，璇璇，多謝 G 啊。嗱，我知道啦，蟲蟲姐姐咧，你喺2012年之後咧就已經冇喺香港開演唱會咯喎，今次終於開啦，係嘛？你不如介紹下你嘅演唱會啊！其實真係咧係啊，陳淑芬陳太佢嘅邀請，咁啊同我講嘅時候咧，我即刻呢反應，哇好啊，即刻啊好啊，太開心啦咁啊！演唱會嘅製作當然要需要有個音樂監製啦，而呢個人係我哋全部都好熟悉同埋好中意喎，就係雨神張雨神。佢係啊陳太介紹俾我㗎，咁但係我哋識咗之後啦，咁就係話好唔好寫隻歌關於呢個演唱會嘅主題，咁就俾咗個任務俾佢，咁佢好快喎，差唔多1個禮拜之後，佢即係有個 demo 就俾咗我，一聽嘅時候其實咧仲未係咁有感覺嘅，咁但係咧揾邊個寫詞咧？揾陳少琪啦，因為陳少琪老師係我鄰居嚟嘅，其實對我嚟講係即係佢亦好認識我哋互相都好認識對方。花開有定時啦，春天亦都唔會遲。即係總有你開放嘅時間。咁啊，中我心嘅其實就係因為我好細個入行，咁就係即係人未長高，易看懂人生。即係其實我仲係好矮嘅啫嘛，咁但係已經即係對住好多大人啊咁樣，係一個小朋友嘅年紀，但係就要同大人要有好多嘅溝通。從你啲歌詞啦，同埋喺嗰個 MV 上啊，我覺得咧好似重溫緊你喺演藝路上嘅所有點點滴滴。亦都係我覺得係俾觀眾咧可以重新認識陳松伶蟲蟲姐姐你。咁呢個時候咧，亦都想等你都重新認識下自己。頭先你講過啦，咁你係還未長高已經入咗呢行啦嘛。係啊。我哋就係想問，嗱，當初你係我知你係參加模仿葉倩文大賽入行啊嘛。咁你記唔記得當初你係唱咩歌咧？
如果我呢個唔識答嘅話，我啊真係 AI 嚟㗎。0時10分。耶！我都有睇過，其實我特登睇過個表演，因為我覺得哇14歲入行，本身呢件事已經係好早好難，跟住我嗰時睇你台風係一啲都唔怯場，個樣啊，個樣俾人睇，但係心入邊其實好緊張嘅。其實腳震緊，但係個樣都要冷咁靜。細個喎，你諗下你14歲做緊乜嘢？我14歲，哇！真係14歲我真係仲打緊機，係咯。所以我好欣賞你，真係好厲害。多謝多謝 Thank you， Thank you，我哋希望今日彤彤姐姐多啲大新歌，多謝 G M，希望多謝雪雪，你演唱會大賣。係啦，太好啦，同埋多啲新歌俾 fans 聽啊！夕陽在閃耀，投射光陰，經過那些危困，懷念初心，我眼中童真。人未長高，已看懂人生。路程遇不幸，回望蒼天，給我太少憐憫。疑問當初我誕生原因，如長路走錯懸崖上孤獨行。就算沒長夜的燈，無限感恩，即使天晚哪怕路暗，仍是能站穩，承受殘酷的教訓。當天當失意故事一次又一次，摔倒中方知傷心的意思。從零開始我願意，原來春天永沒遲。當天當總結往事一次又一次，我某日亦已預計這生到此，偏偏我又不屈意志，如留下遺憾嗎？我只當只佔後次。就算沒長夜的燈，無限感恩，即使天晚哪怕路暗，仍是能站穩，承受殘酷的教訓。當天當失意故事一次又一次，摔倒中方知傷心的意思。從零開始我願意，原來花開有定時。冬天當總結往事一次又一次，我某日亦已預計這生到此，偏偏我又不屈意志，如留下遺憾嗎？我只當只佔到此。若前望仍是光，回望無甚往介意。我曾經係 Space 嘅主唱兼吉他手，曾經有一段時間放棄做歌手呢個夢想。2022年參加中年好聲音奪得冠軍，開始我嘅第三人生。我係歌手吉吉周吉培。一隻頑固似飛機再次高飛，起起落落碰碰，一生中歷奇，憑意志不死。
實不懂怎可做到，能夠給你更好。凌晨間呼叫我即刻報到，被暖水帶外套，同樣細心，同樣的小招數，他偏得到你擁抱。情是先天也有定數，難靠苦漸變好。談情多麼細緻，心機送到，但你只覺俗套。全力去追，遺憾彼此眼神難拉近，無法追到。為何我比不上他？為何我比空氣更低下？但我如塵埃，他閃似煙花。同情我都不配嗎？無緣，但至少遺留傷疤。多想接近，偏這接近太過掉價。孤單感因太多，先信愛情是玩偶。其實看清楚我，鏡中的我不狂不醜，原地踏步便轉頭，血來流講買自由，然後復原自己找出口。差，明明我稱得上你想吧，別再停留這低窪處好嗎？成全你跟這個他，無緣變散仿如流沙吧。這些噩夢感覺也沒什麼可怕。可當禮物慢慢消化。多謝嘉嘉嘅表現，好正啊！ Thank you。啱啱聽到我好心痛，有一句歌詞，尤其是嗰句凌晨間呼叫我，係咪你有曾經同樣嘅經歷咧？我有奸夫啊嘛，凌晨咪你咯嗰個，嗰個其實係凌晨間呼叫我咁樣，都差唔多嘅意思啦，即係有第三者呼叫我啦。呢首歌為何我比不上他，就係正正講緊我做幾多嘢都唔及嗰個人對佢做嘅嘢，永遠有把尺就係。因為佢個心喺晒嗰邊啊嘛，咁我做幾多都冇用咯，所以係幾辛苦幾痛。係啊，好傷心啊呢件事。其實今次會揀首咁悲傷嘅歌咧。上年年頭啦，我就出咗 Gus 啦，跟住手機關掉的一刻，都係一啲快歌輕快。咁但係我就已經定咗年尾我想做一隻 K 歌啲啦，跟住 sad 少少嘅歌啦咁樣。咁嚟緊咧，嚟緊我知你有演唱會喎。係啦，可唔可以同我哋透露少少咧？26年咧，我嘅演唱會嘅 plan 咧都係會去其他嘅城市啦，咁又有大灣區啦，一啲嘅唔同嘅省份啦。咁其實最快咧就應該係會係佛山站。咁希望嚟緊嘅有唔同嘅城市都會可以將我呢個第三人生演唱會繼續延續去唔同嘅省份咁樣咯。咁我哋都祝你演唱會大賣，多謝，成功 ，thank you。Hello， 我係 Yoyo， 我係呢度嘅柔軟度擔當，有啲咩高難度動作都可以揾我㗎。我係呢度嘅跳脫擔當嚟㗎，我係真望內 Anissa。我笑點比較低，炒熱氣氛嘅嘢就交俾我 Kathy 啦。無論如何，我係永遠都會支持你嘅嘉聯。我係好中意認真咁胡說八道嘅小噱頭小卓。可能我叫夢月，所以我平時都幾中意發吽哣㗎。成員平時做唔到決定，都會揾我 Cindy 幫手。
哇！多謝 IDG Bubbles 為我哋帶嚟超級愛。嗱呢首歌咧同我而家嘅心情一樣，因為我都超級愛做 J Music 嘅主持，咁多福利，係啊俾機會我幫大家介紹個女團係咪先？係啦，知啦，我哋唔好理佢，我哋講翻正經嘢先啦。嗱，我哋 IDG Bubbles 出咗到半年啦，就已經有3首歌咯喎。啱啱嗰首歌咧超級愛咧，有冇啲咩感受咧？對於呢首歌？個 MV 比較深刻印象啦，因為咧最尾有一幕係有個漂流瓶，我哋抌出海咁樣嘅。Anissa 就唔小心抌咗出去，但係個導演就未話要抌出去啦。第二個攝影哥哥就要衝出去補救，係啦，就衝出去拎翻入嚟咁樣啦。但係佢線手唔小心抌咗入嚟，就砸中個頭咯，所以我就爆咗頭咁樣。冇流血，冇嘅。最深刻係中咗，真係中咗。Anissa 第一句話：點解個樽有冇裂？我哋用點啊？個樽冇用，我哋又要再拍過啦。係啊，樽先咯。係咁樣嘅，因為咧，如果個樽爆咗，咁就會有機會慘到佢啦。咁如果個樽冇爆，咁即係佢個頭冇事。哦，算你多謝你，俾你兜到，唔使再解釋㗎啦。有 fans 咧發現你歌咧3首歌連埋咧係有啲意思㗎喎。每一首歌嘅最後一隻字咧，加埋就係我愛你啦。因為第一首歌就係抱抱我啦，然後超級愛同埋謝謝你，咁所以就好似有個藏尾詩叫做我愛你，就同我哋嘅粉絲 Bubbles Team 們表白啊。好啦，咁我哋介紹完新歌之後啦，我哋玩一個樂壇小遊戲。冇錯，咁你女團界咧有對好出名嘅組合嘅都就係 Cookies，佢哋由9位成員變4位成員，知唔知係邊4位咧？我知 Stephy 係鄧麗欣，下一位吳雨霏，誒中啊，仲有2個 Teresa Mickey。耶，啱晒選中，好叻啊！嗱，林峰、林海峰、林一峰，佢哋3個有咩關係？我知。係咩啊？係咩啊？ Cindy，佢哋有石林同埋有個峰字。呢個唔係正確答案，係咩啊？答案係冇關係嘅。旋律有快慢，人生有起跌，最緊要係跟住自己嘅節奏，一齊睇下今個禮拜勁歌金榜啊！第20位新上榜，沙之曼陀羅林峰；第19位新上榜，超級市場關門前 Winky 黃健怡；第18位善良或染 Oscar 陶旭倫；第17位新上榜，今天我們都會飛陳曉東；第16位那些不愛我的人林奕匡；第15位 My Little Tinkerbell 關智斌。第14位陽光普照張學友，第13位獨居的儀式感張雨晨，第12位黑黑 Honey Punch， 第11位冬季限定林家謙，第10位直覺型美學 Olivia 柯雨菲，第9位是那麼聲勢浩大 Jace 陳海詠。第8位一天陳柏宇，第7位給勝利者的一封信 Nowhere Boys， 第6位聆聽自己的聲音 Ryan 馮希哲，第5位在十字路口告別 Windy 詹天文。第4位一早知道的情歌 Jenny 李幸倪，一齊睇下頭3位嘅作品啦。第3位松伶陳松伶，第2位 Make Yourself at Home 小肥，第1位等出場的光谷婭溦。Hello， 大家好，我係谷婭溦，多謝勁歌金榜同埋各位歌迷支持等出場的光，多謝監製 Alex 劉奕星同我一齊咁短時間一齊完成呢一首作品，多謝新聞女王2嘅小天，因為小天呢個角色令我有靈感創作呢一首作品出嚟，希望大家好似小天一樣為夢想永不放棄，多謝。就算世界太忙，我仍會發亮。
如果我就發現聽日冇食材啦，然後要衝入一間10分鐘就閂門嘅超市，會去邊一個區域？對於我呢個唔係好煮嘢食嘅人嚟講咧，我應該會係揀 C 即食區嘅。所以 C 嘅答案咧就係講緊我可以喺緊急嘅情況下揾到最短嘅路徑去解決呢個問題。咁其實 C 呢個答案咧，自己都覺得幾切合我嘅性格嘅，因為其實我自己都係一個名副其實嘅 deadline fighter 啦。好多時可能寫 demo 嘅時候，都係用好短嘅時間就寫咗出嚟。包括今次呢一首超級市場關門前，即使喺趕急嘅時候咧，都可以出到好好嘅作品嘅。就包括呢首歌，所以如果大家未聽嘅，就快啲去聽我首新歌啦。當一位歌手遇到高人嘅時候啦，咁做起音樂上嚟咧，相信就可以得心應手嘅，就好似我哋今個禮拜嘅呢位歌手一樣，就係一個好例子啦。佢就係 Winky 黃健怡啦。Hello 你好。Hello 大家好，我係 Winky 黃健怡。翻查翻過往記錄，原來咧你喺唔同嘅即係音樂團體裏面咧，特別係中意同一大班人做啲 crossover 咁樣，即係可能之前大家會認識你，可能係 Beanies 裡面嘅成員啦，亦都參與過即係陳輝陽城女聲嘅一個合唱團啦。我形容為係啦。究竟其實中意自己單飛多啲啊，定係中意有啲朋友就一齊去玩下音樂咧咁樣？過往嘅我反而係好怕自己一個唱歌嘅，一上到台就會好緊張啊，手震腳震。我以前就好中意參加唔同嘅團體，即係無論係合唱啦，唱下 a cappella，又或者之前即係一齊唱 Beanies 咁樣，咁就可以令我冇咁緊張，因為有其他人同我一齊去 share 咗呢個力量。但幾時開始自己真係有個諗法？都係可以自己出嚟做歌啦，即係可以單飛去做啦。特別係出咗道，同 Beanies 一齊出咗道，咁我就更加好想去挑戰自己。究竟自己一個出嚟唱 solo 嘅感覺係點樣咧？會唔會其實有一日我係唔會再咁驚喺個台上面嘅咧？咁就係一個咁樣嘅一股傻勁啦。就係我好想試下，咁就出咗我第一首歌，就叫《喵喵厭世學》。已經出到 total 有7首歌啦，叫做計埋你而家你呢隻嘅派台歌曲咧，咁已經有第3次同阿黃偉文就合作嘅。咁啊，我頭先講嘅高人，咁當然就係 Wyman 黃偉文啦。原來我發現到佢之前喺社交平台亦都係出咗個 post 話，佢希望你揾佢寫歌。呢件事幾不可思議先。追溯翻一開頭咧，的確都係我託Gareth 啦，因為我同 Gareth 都合作。咁嗰首歌就係叫我和愛麗絲絕交了。不如我哋試下揾 Wyman 填詞啦。咁所以就組成咗呢一個咁樣嘅緣分啦。咁啊，輾轉間已經嚟到第3首嘅作品嘅咯，就係超級市場關門前。年中嘅時候咧，咁我就去咗歐洲，咁啱就經過 London。咁然後就好開心，就約到 Wyman 食咗餐飯。食飯嘅過程其實大家都好輕鬆咯，真係去分享一啲創作上嘅經歷啊。其實一直都好想出一首關於愛情 topic 嘅歌。咁喺嗰餐飯咧，好有趣嘅就係其實我都冇分享好多好關於愛情嘅東西啦。咁但係 Wyman 咧，可能喺嗰餐飯嘅過程中啊，睇穿咗我個性格，有一啲我自己覺得喺 melody 上好虛心嘅位 ，Wyman 就填咗一句好虛心嘅歌詞。喺邊段啊？嗰句歌詞係叫做像我這種性格，只表面勇敢，心底不瀟灑。每一次其實我去唱Wyman 嘅歌詞啦，都好似係一個新嘅課題，俾我自己再反省，希望自己可以做到表面勇敢，心底都勇敢啊！呢個就係我俾自己嚟緊2026年嘅一個課題。咁而家就有7首嘅作品啦，已經擁有咗，全部都係你自己有份即係創作㗎嘛。其實你都係諗住呢一個路向嘅咧？的確我好中意創作嘅，但我都好喜歡自己嘅音樂。接住落嚟，其實我都希望繼續創作啦，即係無論俾自己唱又好，寫俾其他歌手嘅都好。同一時間我都好想 explore 係同其他人一齊去創作。希望喺2026年聽多啲你創作嘅作品咧，送俾你啲樂迷，好唔好？好，多謝晒你分享 ，thank you。願我跟某某遇見於彼此吸引下，不管旁人或快上親去吧，獨處都不太差。靜看整個棋局變化，夜了等不到他，情形就似即將關燈超市嗎？若我不給折扣，不當特價。
無從得知，卻仍然不可